对去年的5月开始，不管是政坛、业界，也是企业等等，拢小连续爆发 MeToo 性骚扰的事件。今有超过40个妇女团体联合举办论坛，嘛指出目前的性平3法以外，实际上帮助受害者的相关定数甲管道拢未交全。伊嘛继续提出修法的建议。 台湾去年对5月开始陆续爆发 MeToo 事件，无论是政治界、演艺界，还是民间企业等等，拢有受害者站出来指控加害者，引起社会大规模的讨论，嘛促成性平3法的修法。台湾 MeToo 运动未满1年，40多个妇女团体23共同举办论坛来讨论妇女权益和性平议题等等。 或者是学校，或者是雇主在处理上，都还是有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的这种惯性。好，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修法之后，制度现在慢慢的到位。哈，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也实际落实这个 Me Too 的精神。哈，遇到性别的不正义、性骚扰或性侵害这些事件，可以站出来。 妇女团体也指出，虽帮性平3法修法通过，不过法律以外有真侪事项拢还未交全。因也发现，侪企业拢还未建立协助性平受害者的处理定数。另外，在司法检警的部分，伊嘛呼吁相关人员着爱看到受害者基情的困境，莫伫咧司法系统当中，搁互因受到二次伤害。 蛮多的企业，它根本对于所谓的职场的性骚扰，它是不了解的哈。未来怎么去落实，让所有民众都知道，发现一些可能他遭到侵害的时候，他能够赶快的去第一时间求助或反应，这是相当重要。在证据调查的法则上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用比较宽一点的一个证据法则，而不是用所谓的刑事责任的无罪推定原则哈。希望在未来我们的主管机关在培训我们的相关人员的时候，相关调查人员的时候，都能够注入这样的精神。 妇女团体表示，虽然 MeToo 事件带动社会关注性平议题，嘛开始为受害者有勇气站出来。不过，目前伫咧处理性平事件实务上各方面都也有真侪爱改善的。妇女团体呼吁社会要爱认真看待，伊嘛继续提出修法的建议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